以下係梁孫旭議員、林倫偉議員、梁普宇議員以及本人嘅聯合表決聲明。本澳近10幾年嚟咧，我哋取得咗控煙嘅成果係得嚟不易嘅，全賴係特區政府持續推動政策同埋廣大嘅居民積極配合。而我哋一直爭取包括娛樂場在內嘅所有室內場所、公共嘅工作場所啦，佢全面禁煙，亦都係期望進一步保障居民、未成年人、病患者同埋前線僱員嘅健康，令佢哋免受二手煙害。今日立法會通過咗修改第5/2011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嘅法案，建議咧係擴大我哋室內嘅禁煙範圍，禁止喺公共地方管有電子煙等等，都係進一步完善我哋本澳嘅控煙工作。為此咧，我哋表示支持，而期望咧當局亦都持續完善我哋控煙嘅政策啦，做好執法工作，尤其係加強打擊邊走邊吸煙嘅火車頭現象，攜手去推動健康無煙嘅澳門。而總結新口岸區設立禁煙區域嘅經驗，建議當局要加快研究喺更多人流密集嘅口岸周邊、旅遊景點同埋公共場所咧設立禁煙嘅範圍，研究擴大休憩區同埋公園周邊咧都列入禁煙。而因應咧未來加強控煙嘅力度啦，我哋包括針對控煙嘅投訴黑點，會加強巡查同執法等等。咁當局應該要持續增加控煙執法人員嘅人手配置同埋培訓，切實去保障前線員工佢哋嘅執法安全同埋居民嘅健康權益。而為咗讓到公眾咧更好咁樣適應同埋遵守新嘅規定，我哋期望當局加強宣傳教育，清晰向旅客同埋居民講解法律嘅內容啦，同埋相關嘅罰則，尤其係喺公共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等等，同時係提升咧公眾對於新型煙草佢產品嘅危害嘅認知，加強打擊走私煙草產品、攜帶電子煙出入境等嘅違法行為，從源頭咧去減少我哋嘅煙害。多謝。